今年五一假期，氹仔舊城區臨時行人專用區又嚟啦！舊城區步行指南馬上出發。為營造安全舒適嘅出行環境，政府跨部門同社團商會合作，推出五一假期氹仔舊城區臨時行人專用區。今次活動時間由2025年5月1日至5月5日，中午12點到晚上7點。臨時行人專用區由益隆炮竹廠出發，一直步行至路氹歷史館。大家可以步行到兵房斜巷、官也街、天后宮、北帝廟、龍環蒲韻等景點，沿路並設有特色市集同多項表演活動，同大家一齊歡度假日。現場設置咗旅遊諮詢站，方便大家查詢。大家喺出行前記得要留意區內臨時交通安排啊！五一假期期間，現場設有大型指示牌，仲有警員同埋工作人員提供協助。公眾亦可透過交通事務局網站、手機 App 以及微信公眾號留意最新交通資訊。漫步氹仔舊城區，感受中西文化交融嘅獨特氛圍。祝大家五一假期玩得盡興！我哋氹仔舊城區見。